请咱来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7章第1到14节。白话字圣经记载伫第956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以西结书37章第1到14节。耶和华的手下伫我的身上，耶和华用伊的神带我出去，下我伫山谷中。迄个山谷有骨头满满，伊互我对骨头的四围经过，看啊，伫山谷的面上有骨头真多，看啊，因真高大。伊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这个骨为我卖。”我应讲：“主耶和华，你知因。”因阁对我讲：“你着对这个骨宣传来甲因讲，恁高大的骨啊，着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甲这个骨安尼讲：看啊，我要互活气入恁的内面，恁就要活。我要互恁的顶面有筋，阁互恁有肉，阁用皮甲恁包。用活气入伫恁，恁就会活，恁就知我是耶和华。对安尼，我趁命令来宣传。当我伫宣传的时，有声忽然地动，这个骨三联合，逐支归伫伊的本位。我看见骨的顶面有筋，也有肉，阁有皮包伫因的顶面，总是内面无活气。因就对我讲：“你着向风来宣传，人子啊，着宣传来对风讲。主耶和华安尼讲：活气啊，对遐个风来，分伫遐个受台的，互因为我。”第10节。对安尼，我照因所命令，我会来宣传，活气就来入伫伊，因就活起来徛，行真做极大的军队。因就甲我讲：“人子啊，这个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。看啊，因讲，阮的骨拢高大，阮的五毛拢失落，阮引尽糟灭。所以恁着宣传来对因讲：主耶和华安尼讲，我的百姓啊，看啊，我要开恁的梦，互恁对恁的梦起来，带恁入以色列地。我的百姓啊，我开恁的梦，互恁对恁的梦起来。恁就知我是耶和华。我要将我的神下伫恁的内面，恁就要活。我安置恁伫本所在，恁就知我。耶和华安尼讲，也安尼成。这是耶和华讲的。以上。这是请本堂老传道来讲道。所要讲的题目是：成就对圣神开始。成就对圣神开始。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！伫礼拜一早时，咱阁对这世界转来到上帝的家。伫这世界，咱有成就吗？咱成功吗？对倒位要来开始？咱要对圣神来开始。咱三角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呼召阮，你拣选阮，成做你的囝儿。主啊，你就是疼阮。主，你就是要祝福阮，你要互阮对你遐来的平安。主，你嘛要来邀请阮，甲主你斗阵来行新耶基事。主，你有一个计划，你的计划邀请阮来甲你相结连。阮的计划若伫你的计划内面，主啊，你讲就要成就。主，恳求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以西结书对阮来讲话。主，阮本是未明白。总是主恳求你启示阮，互阮听了明白，阁有气力甲勇气去实现出来。真多主你所祝福的囝儿，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伫即礼拜中间，我想咱互一个人世界公共济，真济报告新闻拢咧讲即项代志，特别住伫台北的人，捌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望。一个台北市北部有一个白色的力量，
会当来翻转。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。总是白色力量变惨白力量，是安怎？因为捌讲过的话，敢若讲尔，敢若讲去吵甲足吵，总是成就咧，敢若拢也无。伫即个中间，人民就无想要听了，对扫倒未来决定，对民调开始发现，人讲了，人的梦想，人的梦，毋是讲就煞，讲还阁无法度成就，总是有一位上帝，阁经过我的上帝，伊讲了就成就了。对倒位成就？对咱主耶稣，咱主上帝圣神讲了就成就。今仔日的经文就要来，甲咱斗阵来看。咱捌做梦无？咱看到今仔的经文是上帝伊做一个梦，伊做的梦要邀请咱甲伊斗阵。你做梦吗？是水的梦，还是恶梦？最近传道拢咧讲，咱基督徒死亡的观念，咱无讲死，咱是安那困去，毋是讲无讲尔，是实际上是安尼。你若是信主的人，你就是困去伫伊。重要的是你要伫倒位醒起来。你做过的梦，你做的梦醒起来，你会想讲啊，美梦莫吵啦，莫甲我叫啦，还是讲哎哟，好佳哉是。梦尔，未成就，这噩梦，喂，上好是莫阁做这种梦。6岁的一个查某囡仔，伊伫梦中看到一个光照伊，然后有声甲伊叫，醒啊，醒起来啊，醒啊，醒起来啊。当这个6岁的查某囡仔醒起来的时阵，哦。看到涂骹拢看白布，拢倒伫涂骹，伊想讲，太恁哪会拢无爱醒起来，敢若我醒起来。等真久，等啊等拢还无醒起来，伊阁大声喊：醒起来，醒起来，醒起来！无人要插伊，拢看白布，满是。等真久了后，又看到远有声，起哩克咯，刹车的声。然后伊看到一个影，白色的护士的影，伊就较紧叫阿姨，阿姨拢无要插伊，伊就真紧张，阿姨。当迄个白色的影。听到足大声咧话伊的声，伊挖倒腾一看，有鬼啦！救命鬼啦！这个6岁囡仔看到这个好不容易才等到的阿姨，看伊走去，当然啊啦，较紧来录啊！阿姨！这个阿姨啊呐，走干那飞啊！这是发生伫个40几年前，花莲的。门诺医院太平间的事件，醒起来时，你希望醒伫倒？你希望看到什么光景？你希望看到什么？相信你甲我无希望看到甲今仔日的经文同款，满山拢什么骨头，阁是安那打去的，打去的骨头，感觉真惊吓，阁较互人真毋知要安怎的，是。耶和华上帝确实问以西结讲什么？车的骨头会活过来无？当你若互主来安尼问，你要安那来回答？以西结心内一定就 OS 讲：这是什么？开玩笑吗？还是考验？还是做梦？还是上帝咧做梦？上帝的梦。要安怎来成就啊？咱就要来看以西结迄个时代是啥物时代？是历史中间，咱看到耶和华上帝对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伊甲
一直到去到埃及，出埃及，摩西甲士师，甲有王的时期，头一个王所罗门王接下来是大卫，甚至耶和华上帝搁甲大卫来立约，讲以后你的子子孙孙拢要做王，总是来甲富不过一代、3代。伫伊的大卫的囝呐，所罗门了后，死了，这个国家就分裂做啥物？南甲北。伫尾北国的拢总得罪上帝，做上帝看做歹的代志了后，因就被亚述灭亡了后，南国阁有几个王做上帝所喜爱的，所以因比这个北国更较慢去互灭掉。耶和华上帝话，敢毋是讲要互伊世世代代拢做王吗？若是即个时阵看起来，迄个时阵以色列人民一定感觉真妖异，是毋是？伊会感觉讲，阮已经互人掠去巴比伦，伫头一遍去互掠去的时阵，咱去看到列王记下卷24章，也有讲到巴比伦王甲所有的圣殿的物件、好的物件，拢总摕走，甚至国王、皇后、公理有名、有技术的，拢去互掠去。伫咱捌讲过，但以理就是咧头一遍去互掠去的。但以理尾嘛看到异象啊，讲几年了后，虽然阮去互掠去，总是耶和华上帝要来拯救。几年？70年，总是还未到的时阵，这个人民心真敢有影，敢安尼？第二遍搁去互掠去的时阵，就是咱今日看以色列。以色列嘛去互掠去到巴比伦的所在，毋是伫故乡的所在，总是上帝来来竞选伊，而且互伊做先知。因为伊本来是出身伫祭司，祭司就是世世代代拢是会当做祭司。总是伫第一遍被掠时阵，即个已经无有教堂，无有圣殿，通好互因来敬拜，所以这是已经无效。特别是先知启示先知以色列来讲什么话？讲圣殿这耶路撒冷要互灭无去啦，这个代志要应验嘛？到尾真正是应验。伫迄个时阵，人民要安怎来选择？到底要听啥？因为咱看到这个耶利米嘛是迄个时代的，伊伫圣城咧讲讲恁就伫迄个所在，互掠去巴比伦的所在，恁就好好生活啦。莫讲想迄个反攻大陆的代志啦，毋是反攻大陆，莫想讲要搁转来啥物圣城的代志啦。好好踮遐生囝，好好踮遐嫁娶，好好踮遐大啦。当然有其他的先知讲欺侮处理，讲即个无五望的话，讲即个唱衰的话，咱无偌久就要就要搁复国啦。咱袂使踮遐买土地，咱想着咱身躯边偌济人，伫民国38年来的时阵，一直叫是再过一点我们就要回去了，再过一下我们就要回去，再过我们就要反攻大陆啦。39年、49年、69年、99年，拢无应验。迄个时代的人听着无共款的声，但以理、耶利米、以色列拢咧讲，咱要去比掠圣城要毁灭，总是咱有五望，因为耶利米有领受上帝话，咱三角来读即句话敢好？请耶和华讲：我知我对恁所顺意思是享受平安的意思，毋是讲灾厄，要互恁买境有五望。伫买境有五望，买境有五望是即马还未到，叫做买境，叫做五望。70年以后，咱要搁转去，你要相信无？当咱看袂到，当咱咧艰苦的时阵，咱袂相信啊！因为咱人真有限，咱拢用人的理性，咱无法度用信心的眼光，无法度用信心的眼光，总是耶和华上帝真疼人，耶和华上帝真疼伊家己的百姓。伊就亲身来讲，亲身伊的神伫原文讲，伊的手
降临伫以色列的心。以色列要相信无？伊要敞开自己无？伊要拍开伊家己的想法无？真的，有人安尼甲你讲，有人安尼甲你讲，我相信你即马咧做真重要的决定。迄个时阵的人民嘛同款，到底开刀要请谁开无？到底是要开刀还毋开刀？咱的兄弟姊妹中间有一个已经备办好要去开刀啊，总是去甲遐医生讲，啊无莫开啦，因为祈祷，搁祈祷啊，莫开，就愈来愈好。啊，若开了咧，毋是我讲的哦，毋知，只有上帝知。刚好咱咧做决定的时阵，就亲像迄阵的即个人民，到底我要相信讲，我好好啊伫巴比伦生活，我有望有一天，我要搁回去圣城耶路撒冷城，啊是我要即马就来反抗，我即马就来即个革命咧，我到底爱安怎才好啊？咱咧决定的中间有真济咱的计划，刚好才会提起，互咱的心全来，互信心伫咱中间，互信心，互咱有一个白的，亲像这白的纸一样，咱的性命，互信心来带咱画100度，画100什么度？互信心来带，互咱有一个梦啊，互咱的梦是甲上帝梦相结连。咱的梦若甲上帝的梦相结连，一定要成就，一定咱会哪行，咱有愿望，而且咱有气力。虽然即马拄着恶担当的代志，咱犹原会感觉真有愿望，甲真有勇气。先伫这个以色列，咱看到第1章第1节就来讲，耶和华的手伫我的身上，手伫咱的中文来讲，耶和华的灵。所以讲起来，信心耶和华的灵，伫咧这个所在，这个作者伊用这个拟人法，信心用手，意思就是讲，耶和华的上帝，伊的手来扶持，互伊伫一个所在。耶和华上帝的手，嘛伫你的心中，我的心中。信心毋是看袂到。信心就是耶和华去可能甲咱扶，可能甲咱爱，因为在咱要来，甲咱爱，要爱互咱叮当。信心可能甲咱安那，甲咱救，因为咱无想要行，总是伊甲咱救，甲咱杀，甲咱等，但是毋免烦恼，因为信心伊是要享受互咱平安的。耶和华的神的手，伫信心。伫耶和华的手，伫希伯来文意思这个音是讲是 ra'ash 传到希伯来无啥好，希伯来文学不来，希伯来就学不来了所以这无啥要读意思啦，意思较重要意思就是讲开，活开，意思就是这开就带来生命，就带来创造。咱看这耶和华的开，伫倒位就有圣经头1章第2节就有哦。来，咱来读落，请。地是空空混沌，深渊的林黑暗。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，上帝的神早就伫地，上帝的神会当伫宇宙中间创造，而且会互人本来是死的无意义，变成活的被创造。咱来读第2章第7节，请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敲做人，搁我会开入伊的鼻孔，人就成做活的灵魂。敲做人本活的开，这开是活的开，咱就成做活的人。甚至以色列得到安尼异象，总是伊真歹回答。若是问你咧？讲这个骨头打起的骨头会阁活袂？以色列实在是真挣扎啦，唔知要安怎回答啦。若回答讲敢有影咧，这得罪上帝嘛吼？看上帝无去啊！总是若讲会安那，
敢会哈？敢有可能？就亲像你为人祈祷一样啊！就亲像耶和华上帝即马问你啊，你即马财务已经要破产啦！耶和华甲你讲，我要来兴起你，我要来搁互你重新再来，互你要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将来你要有最的祝福，你爱信无？即马你的婚姻可能已经，甚至已经离婚啊！你的辛苦病痛，你所烦恼囝儿逝世，这个世代，主耶和华上帝要甲你问，我要来互遮的已经死啊，互遮的无愿望的，分一口气，活起来，你爱信无？你要安怎回答？以色列安怎回答？讲主耶和华，你知呀？哇，这句厉害啊，介厉害啊！嘛无讲是啊，嘛无讲毋是吼，这句爱学起来哦，吼，你知啦吼，你拢知什么意思？头一个，上帝，你知我信心无够，吼，你知我的想法，你知啦。第二个，主啊，你若要，你若肯吼，安那？你就会应验，你就成就啊！主啊，你知，下骹一句无讲尔啦，莫问我啦，总是一句毋通讲哈，讲了就无下骹哦。以色列无讲，总是伊安那，伊就领受遮的异象，知上帝梦是啥物，要互遮的已经死亡的要来兴起，是安那遮尔济大的骨头伫遐，这是有历史背景的哦。头一个有可能是安怎？迄个所在早就是伫个巴比伦咧小镇的时阵，以色列的子民伫个遐死足济啊！而且死毋是一天两天三天哦，死毋是一冬两冬三冬哦，死足久的足久的足久，拢打过去啊！第二种可能就是啥物？耶和华上帝意思就是讲。遮个我所听的子民啊，恁的信心拢死了啊，恁拢无愿望了，拢真死伫遐活的死人啊！兄弟姊妹，你看见这世代是死人吗？是无愿望的吗？当咱的无愿望的时阵，咱要安怎来信靠上帝？咱要安怎有信心？信心的手，上帝的手要扶咱。总是咱若行袂落去嘛，无要紧。上帝讲，只要你信，我就来扶你，我就来抱你。就是40几年前，一个阿妹族的查某囡仔，伊足爱祈祷，伊的婚姻嘛是用祈祷来，伊真爱替人来祈祷，伊是一个祈祷的人。当伊结婚了后，伊怀孕，迄阵较无幸去检查查甫啊查某，总是因遐的人，村里的人看到伊拢讲啊，你这阮查甫的，还有迄个巫师，哇，算的讲，你这个是一定生儿子。但是伊早就领受上帝予伊的画面，讲这是查某囡仔，所以伊就为伊备办查某囡仔，拢互笑，当迄天，伊生出来囡仔，互上帝的这个气势分开，哇！查甫啊，查某的，查甫啊，查某，得一个，查某囡仔，哇！遐拢倒，尤其巫师拢倒，足欢喜，认真来带伊，教育伊，安怎祈祷？足细汉就会晓学了上帝会晓为人祈祷。1岁、2岁、3岁、4岁、5岁，就亲像咱即马咧训练儿童敬拜团一共款，足够带人祈祷，足够为人祈祷。有一天，这个囡仔意外爱去开刀，送去病院开刀，开刀了无讲真好势，搁第2遍开刀，开刀了后恢复搁较歹，医生就甲妈妈厝的人讲，爱备办心啦。可能无愿望啊！真正过了几工，
这个查某囡仔就倒落去，就安那困去，感谢上帝吼，无人讲死去啦吼，就困去啊。这妈妈心足艰苦，伊就紧食祈祷，1点钟、2点钟、2、4点钟，伊要搁祈祷讲：主啊，你既然互我伊还未生，你就互我知。众人讲，拢讲伊查某囡仔，但是主你互我看到是众人讲查甫的，你互我看到查某囡仔，而请我来按照你的旨意，我来饲伊，我来养伊。主，我要抓掉你的应允，主你的应允，你一定会应验。24点钟过去了后，这个查某囡仔游完困甲困就深的。第2个24小时，请问要搁祈祷无？要搁禁食无？袂无？袂无？袂。搁禁食祈祷24小时，48点钟以后，这个查某囡仔游完困的。所有村的人拢来啊，教会牧师这个长老结束拢来哭疼伊讲：姊妹啊！牧师团都毋是讲咱是困去，咱要搁起来啊！所以你查某囡仔毋是死去，大家拢感觉伊伤心了安那，破去啊啦！要搁祈祷无？大家搁苦劝伊，伊要搁继续祈祷。要搁祈祷无？袂无？即马较细声吼。就牵亲像向问讲，遮会搁活袂啦吼？迄句无搬出来，你知啊？主啊，你知？团道你知啊？伊继续祈祷。第3天是几小时？啊？72小时，黄金时已经过去。3天过去，已经无醒起，搁困。第4天，透早，因兜就有人来弄门啊！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！恁查某囝伫太平间坐起来啊啦！惊死人啊，惊死人！毋是惊死人，是惊活人啦！就是叨一个，迄个门诺医院，迄个40年前，迄个囡仔，迄个查某囡仔，这个囡仔，这个见证是我伫伊封墓的时阵。伊正式讲的，我才敢讲。我进前就是互伊来服侍，我就熟悉伊，伊互做赵秀珍传道，伊迄阵还阁传道。伫我真绝望的中间，伊为我祈祷。伊迄阵是复兴堂的青年传道。我第2个囡仔，伊16岁的时阵，伫暗时7、8点，我接到一通电话，迄阵的电话也毋是即种的，讲讲妈妈，我不行了，啊，就回去啊。16岁迄天生日，请问过来，我要安那？我的心真艰苦，安那来甲伊敲电话拢无效，拢无接，因为怎样？这个电话不通，拢安那没有办法接。1点钟、2点钟、3点钟过去，我的心真艰苦，不断为祈祷，阮开始这个带导网发布下去。这个团队打电话11点外讲，英燕姐，我祈祷上帝，上帝，互我看见一个画图，为你的囡仔看见。天空很蓝，很漂亮的一个图画，有一条船，那个船不是一般的船而已，上面有什么帆布？请问，船风吹，甲有帆有迄旁有差无？差这咧。性情的风一吹，请问有帆布的走了安那？紧。无帆布的安那？慢。伊讲我干那领受安尼，对迄个时，我就心情平安。主啊，我知我的囡仔伫你的手中，我知未来，即马。我就要活伫未来的得胜中，因为主你已经得胜了，你已经得胜有存了，因为你的疼痛是安尼啊大。16岁、17岁、18岁，等3年安尼，19岁安那，
3年啊，上帝3年19年嘛爱好互伊转来啊。可是19岁的时阵，做更较毋对的代志，甲即马伊也咧付出即个代价。要阁继续祈祷无？无声嘛吼？要无啦？啊，对嘛？较苦嘛爱祈祷，无祈祷袂出嘛无要紧啊，信心为咱祈祷。21岁、22岁，我的囝转来了，对乌道转来到真道。感谢上帝，就是伫咱绝望、伫恶劣环境中，咱仍然爱阁有愿望，因为咱知上帝的望是有算咱一份的呢，有算你那一份呢。是问题是你要互伊算我啦？你要不要让神算你那一份？要，感谢主。你的计划如果在神的计划里，你的计划那伫上帝计划内面啊，咱就有愿望，而且咱是有快乐的。因为上帝要赏赐咱大快乐。当以色列面对安尼，伊无拒绝，伊无讲他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咱要安那敞开咱家己，互信心来引带，咱当然就是爱来学乐感谢的生活。当咱感觉真困难，咱就来学乐上帝讲：主啊，我的囝你知？主啊，我的囝就是你的囝，你比我更较烦恼伊，你大有办法啦！我认真来生活就好，我认真来去新安院读册就好啊！因为我知即马这段时间，将来有一天5年、10年要来教会讲道啦，迄阵你也毋知啦吼。总是我即马有经验啊，信心就是安尼啊。咱可能后边才知影，总是咱经验了后，一遍经验、2遍经验，咱就愈来愈知影信心是天赋是啥物。是到底是跳恰恰，还是跳哥哥？毋是哥哥，恰恰什么啊？uncle 毋是恰恰，还是 disco 啊？咱就知影信心的一个脉络是啥物。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，伊是牧师，伊嘛去圣城。我知影咱最近有真侪人去以色列拄啊转来吼，伊嘛去圣城，特别伊是去拄啊好去迄个苦路迄个或者什么路，一个 V 什么多瑞啊，迄条路吼。伊就翕相，伊就爱翕相咧，翕，哦，足专心翕。当伊翕好的时阵，后壁安那背包已经互人挂啥物去？皮包啊！伊皮包内面放啥 ？passport 这日语来讲吼，我英文无啥好啊，就是迄种物件，真重的迄种物件啦吼。我打海啊，真正苦路14站啊，所以行咧，伊嘛苦路，我打海啊。钱好佳在，伊是另外一个，伊无钱，但是伊迄拢证件。我当要安那，伊就不爱互别人影响。伊讲恁先行，我搁淡遮，因为信心，伊有感觉着讲，伊祈祷上帝讲你淡遮等，你淡遮等。但是人先行，无法度等伊。讲恁先行，我淡遮等，伊就祈祷。这段时间了后，几点钟了后，少年的哦，吼，亲像咱的少年的，来甲伊面前。爱讲英文，英文甲我共款很亮光吼，用笔的。50块美金，你要买无？买啥？一看，啥物？伊的 passport， 甲我头摕去，即摆要来买我，这啥物代志？50块美金要买无？买啊吼！这较这内行的吼，无这50块，这毋是50块了。阮这牧师无，我这朋友无遐济钱，伊比安尼偌济？无遐尼咯，讲20啦，20。迄个少年仔面热咧，我那牧师愈来愈无力，这要出啊，你知影吼？佫甲咧，第2遍我也问。第3遍，这个安那霸气50啦，你无安那，是袂晓去听因的话尔。这个牧师安那信心甲伊讲安那，这个闭气对无？你硬咧走，你听有无？比20星座更硬来，走回力，你知影？走敢若飞咧。我有问伊，伊讲这见证会使讲啊，吼，
伊讲，这我的物件呢，我毋是偷摕呢，我毋是抢劫呢，这明明顶头写我的名，我用20块甲伊买，性情讲后即个代志，硬咧走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毋好互上帝硬哈，咱笑罔笑吼？上帝若甲咱硬掉的时阵，咱就烦恼啊，好无？好，咱一定爱行伫上帝的旨意内面，信心甲咱提醒，咱就爱回头，毋通甲主当头对面的时阵，上帝甲你硬起来。咱就爱听信心的声。如果咱若是有得罪上帝，咱就爱悔改。就亲像以色列伊所领受的，伊敞开领受以后，伫第50甲第10节中间，伊就开始安那遵行主所讲的，毋是干那听尔。主耶和华甲伊讲：看，我要互活人入去恁的内面，恁就要活。去甲因讲，毋是互你看见尔，你爱决定，你就爱去对遮的骨头爱讲信息。意思就是爱伫遮的面前讲上帝的救恩，上帝要拯救的代志。人会笑你笑的，人会笑你讲吼，你也莫讲人。总是上帝的梦，若是甲咱结连伫的，主要赏赐互咱，总是咱嘛爱知。当咱照上帝来讲来的话来去传的时阵，上帝马上就要互咱听见，要搁互咱看去。要搁互咱经历，因为信心的风伫咱中间，信心的快乐，互咱真侪咱的快乐。总是咱要安怎来确定感动是对上帝来的，毋是对别面、歹面来的呢？因为足侪神的啊，总是干那一个信心啊。咱有几种方法，外在的方法就是传道定来讲，人生敢若苦海。总是伫黑暗的中有灯塔，这4项是咱的光啊。头一个灯塔就是定定读圣经，第二个灯塔就是祈祷，第三个灯塔就是咱爱无停止聚会，参像咱安尼。毋通安尼尔，咱若有同伴有需要，咱爱来彼此连结，彼此鼓励，彼此来相提携。另外内在的，咱爱活出迄信心的轨迹，信心的提醒。咱有做毋对的，较紧来共回失的，咱较紧来活转来归向上帝，咱来培养咱的属灵感。就亲像我拄仔讲的，你若听信心的声，你愈来愈敏感。上帝甲你使一个目尾，你就安那，你就较紧行啦。毋免上帝吼，甲你使目尾，你搁唔爱插。啊，上帝安那，车仔举起来，你搁安那，搁转下安尼。无安尼，上帝就唔爱插你。咱的属灵感要让神来培养咱，愈来愈有上帝对伊遐来感觉。耶和华上帝的神，毋是干那互以色列嘅本身尔，伊阁互咱互群体，所以毋是干那我。咱看到咱的群体过去发生这样的侪代志，这个世间的人干那死人共款，应该死去，因无往人啊。总是咱是属上帝的囝儿，咱就爱来讲。咱就爱来传，咱就活出迄个人。当人无快乐的时阵，信心的快乐伫咱中间。所以咱就爱对11节甲14节，对我的时阵变成我们，变成我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毋是我好就好。咱伫教会，伫咱的社会，咱爱来行，爱主照主上帝话来行。咱三甲来读这段经文，敢好？请。伊就甲我讲：恁主啊，这的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。看讲，阮的骨骨头啊，阮的望拢失落，阮一直走，所以你着全团来对我。主耶稣安尼讲：我的百姓啊，看啊，我要开你的门，互恁对恁的门起来。带恁入以色列的地，接带接，咱要过来宣告，请我的百姓啊，我开恁的门，互恁对恁的门起来，恁就知我是耶和华，我要将我的神刻伫恁的内面，恁就要活，我安伫恁所在，恁就知我耶和华安尼讲，也安尼成。
这是耶和华讲。耶和华安尼讲，就安尼成。耶和华讲了后，伊就成。咱的教会一直来敲找主任牧师，咱的教会一直望会当互主来兴起。咱就爱来伫群体中间，伫教会中间，咱嘛爱来设立信心的风来吹去，互咱搁一遍互主兴起的时阵，咱嘛爱来辨识，咱嘛爱来看，总是咱爱有安怎的态度，以基督的心做态度。伫腓立比书嘛安尼来记载，甲咱伫听中来讲信实话，爱注意哦，毋是讲信实话尔，爱有听哦。若毋是听讲信实话，安尼毋是主所爱。所以咱讲诚实话，除了动机最重要，搁一个啥物字？时机嘛最重要，态度咱嘛真重要。所以刚好，咱伫教会中间，咱嘛恳求上帝圣神的火热兴起咱，因为热的火，互咱除灭炼净我们，互咱遐无下上帝会当烧去，咱会当咱的性命会当愈来愈亲像上帝。总是每一项拢爱来查验，信心所带来的，袂今年初安尼，年尾安尼，动来动去，袂。信心是一个足稳定的，信心是一个谦卑，袂互咱变成真自大的。所以咱会当来查验。总是咱爱来，嘛爱查验，毋是逐项拢有利益。总是咱爱问上帝，咱要安怎来做。所以传道常常咧讲，咱都爱来祈祷，咱都爱来看圣经，咱无停止来聚会。三甲亲像咱今仔日第7组吼，第7区，三甲提下因人生中重要的时阵，彼此来做支持。我想这是下上帝的旨意的。这个老师，林信来医师是我的老师，伊伫2礼拜前伫松大，伊来做演讲，我真意爱伊的这个见证。伊本来因兜伊是算一个妈妈是寡妇，因为伊爸爸本来是佛教真有名的人，总是因爸爸过往了后，佛教的这个世界内面无这个所谓的彼此相爱这项代志，所以因彼此相害。所以因害甲因拢无厝通好住，尾也是教会的人去关心因，因尾也信主，伊有足侪兄弟姊妹。我会记得伊是有9个兄弟姊妹，甲咱的这个张娟老师是足好细汉，因都捌伊的。伊互上帝来兴起，总是伊读台湾台大医学院的时阵做成大医生，做副院长时，伊的目睭视网膜剥离，伊拄到这个恶担当的代志，伊来感谢上帝，讲主啊，好佳哉，我毋是外科医生，我做精神科医生，我无视网膜，我一半看有，无要紧，我还够另外一半通好看。伊总是甲阮鼓励讲，这3年读啥物？忙。唔好读2声忙哦，无共哦。咱人生会失望，这个梦会破去。咱上帝有一个梦，上帝听这个爱往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往在每一个失望的人的中间，无论是咱个人还是教会，咱面对恶担当的代志，咱永远的信靠上帝。咱要用信心来宣告上帝话，咱用行动来相信，咱活出将来咱要得胜的。伊要伫咱心中有美好的事发生伫新的代志，信心带来就是新的事要成就伫咱的身躯，要成就伫咱的教会。上帝美梦要成就有你有胜利哇！互咱来察觉、领受信心，而且咱要来遵守信心的带领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知咱伫咱的中间，有真侪人是富二代，嘛是富二代。咱是真好的信仰，总是咱真烦恼咱的兄弟姊妹，特别是咱的囝儿是细，总是伫19世纪的时阵，有一个维特，伊生活足好过，所以因妈妈真虔诚祈祷，但是伊拢无爱去教会。伊这人生胜利组。总是伫人生拄啊新婚结婚无偌久的时阵，就向调去爱做兵，因为世界大战。伊伫世界大战中间失去伊的手，搁互掠去做俘虏。伫关卡中间，伊真绝望，伊想要死。
毋是干那向关遐失望尔，是嘛为着伊的手，伊无手，甚至伊出来了后，胜利这大战结束了后，伊新婚的太太嘛甲伊离开。伊人生真绝望中间，伊看见上帝的话，因为伊的妈妈定定为伊来祈祷。兄弟姊妹，咱免烦恼敢好？咱的囡仔是富二代、富三代、富四代，只要咱不断来为伊来祈祷。这个维特，伊互信心来充满了后，伊去拄着穆迪，一个传道人，伊被神兴起，无想到伊长起手了后，才发现伊真熬做啥物？做曲啊！伊就做了这首曲来帮助真侪人，有真侪人的告别式，拢用这首诗。这首什么诗？上帝疼痛太会遐尼大，一个无手的人，一个去才新婚，无手，到即马转来战争转来，啥物拢无，总是伊搁写这首歌。上帝疼痛太会遮尼大，咱三个来唱这首歌敢好？上帝疼痛太遮尼大。上帝疼痛太大，大意只有多我，因我你就快乐，我可以度我，因为我在手心里留住，那已经我过为你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传道来邀请你，将你会当交托给主，将你感觉已经无往忙，已经失志的代志，已经唔敢去想的代志，交托给主，因为咱所信的一位，咱交托伊就无唔对。咱知咱所信的主，伊听咱，伊所讲的每一句话应验。
咱互家己30秒的时间，将咱学当当的事交托伫主的面前。听阮的阿爸，阮感谢你，你的听太遮尔大。主啊，伫阮失志，伫阮行袂落去，伫阮每一个决定，主啊，你拢伫阮中间。甚至你抛弃阮，你带阮行头前的路。你伫阮每一个决定中间，因为主你伫阮内面，阮就无惊吓。主你伫阮的内面。主，阮就会当来讲主啊，阮是有福气的，对主的人是有幸福的。主啊，我有愿望，阮即马就要活阮将来迄个愿望。主，阮感谢你是会当互阮交托的。主啊，你是各真各活的主，有新的代志要成就伫你的正经里的身上，特别是伫你正经里所祈祷的。为着下一代，为着因所烦恼，为着这世代，为着这个世界，主，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。阮也要用主你的祈祷文，阮安尼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。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